因為我哋接收到嘅所有嘢都係一啲 data point 嚟，都係一啲信息。咁假設有一個平面，所有嘅信息、所有嘅 data point 都係喺呢個平面上面。而喺側邊睇呢個平面就係一條線啦。咁當我哋有 attention 嘅時候，有一啲 data point 就會因為有 attention 而令到佢喺 local form 咗一啲 local minimum。咁有唔同嘅 attention 咧，就會形成咗唔同嘅 local minimum。而有一啲local minimum 咧，係特別深嘅，好似因為佢要經過一個好長嘅排序而形成，佢係特別個 attention 係特別多嘅，所以佢嗰個 local minimum 係好深。咁一般人只係可以去到呢個深度，但係可能有一啲特別嘅技術或者密碼咧，係會去到好深，一般人係去唔到。咁呢個位，其實呢個region 咧就係因為 attention 而產生咗時空嘅地方。咁另外呢個咧亦都係一個時空，但係呢個係因為多佢嘅 attention 係好大，所以佢個能量係好高，所以一般人係去唔到。一般人如果喺呢度咧，佢如果要去呢度，佢係要穿過一個能量嘅 barrier 先去得到。喺當有 attention 嘅時候，如果要由一個 local minimum 去另一個 local minimum，係要穿過一個好大嘅能量嗰個能量壁。佢係需要咁樣，即係碌咗上去再碌返落嚟。但係量子 quantum 就係將呢啲 attention 移除咗。咁嘅時候就所有嘅 data point 就還原返晒喺一張紙上面，一個平面上面。咁喺呢個佢再冇一個時空嘅彎曲，所以係一點去另一點，係唔需要再經過一個能量嘅 barrier。咁如果喺呢個圖像上面咧，佢就係由一個 local minimum connect 咗去第二個 local minimum，就形成咗 quantum tunneling。呢度當 A、B、C 係三個唔同嘅生命，佢生命係由 T 等於0嘅 quantum field 嗰度透過 attention， 佢哋三個形成咗唔同嘅 path， 去到唔同嘅點。咁 A 同 B 咧就佢哋係有重疊嘅，即係佢哋嘅生命係有互動有重疊，但係佢哋最終喺係 end up 喺唔同嘅點上面。咁 A 同 B 兩個同 C 咧都係冇重疊嘅。咁而喺 T 等於 now 嘅時候，佢哋嘅生命就係喺唔同嘅點上面。但係當 A 同 B 透過love 或者 meditation 將個 time reverse 翻前嘅時候，佢哋其實係同一個 source 嗰度出嚟，佢哋係同一個 source 嗰度出嚟。咁喺呢一個點嘅時候 ，B 同 C 亦都係有交集。咁如果再翻去再早啲嘅時候咧，即係再將個 attention reverse 咗佢，其實所有 A、B 同 C 都係喺同一個存在。咁喺 time 等於 now 嘅時候咧 ，A 係唔可以成為 B。如果 A 係想成為 B， 佢係有一個生命嘅 path 造成嘅能量壁壘，係令到佢 A 唔可以成為 B 嘅。咁 A 同 B 咧呢兩點就係其實係一個就係我啦，就係即係 A 嘅我就係 A 嗰度 ，B 嘅我就係 B 嗰度。A 同 B 係有一個能量壁壘阻隔咗嘅。咁如果 A 想成為 B 咧，或者 A 想成為 C 咧，其實係一個 lust 嚟，係一個慾望。
但係只有透過升維將 time reverse 上返去更高嘅能量或者另一個 dimension 嘅時候，A 就可以成為 B，因為佢哋係喺同一個，佢哋係同一個存在嘅。但係喺time 等於 now 嘅level 咧，佢哋係兩個唔同嘅，喺兩個唔同嘅點上面。喺生命出現嗰一刻，時空喺唔同嘅生命出現嗰一刻係平靜嘅，因為仲未有任何 attention。但係當生命出現之後，唔同嘅生命就會形成咗唔同嘅時空彎曲。呢一條線就係當時間係現在，生命形成嘅時空點就喺唔同嘅位置。生命呢個係 time 等於 now，而呢條線上面就係過去，就係過去。當過去越接近生命出現，佢哋嘅重疊位置就會越多。而呢一條線嘅下邊就係未來，而喺未來，佢時空嘅彎曲就會平直返，因為佢嘅 attention 會慢慢飛歐咗，所以喺最遠嘅 future，唔同生命就會再度重疊返一齊。咁呢一條線就係死亡。喺死亡嘅時候，所有嘅生命就會再度重疊返一齊，而等於返生命出現嘅時候，即係出生嘅一刻，所有嘅生命亦都係同一個嘅存在，同一個本體路嚟。所以生命同死亡嘅時候，佢嘅時空係平坦嘅，而只有喺當下嘅時候，所有嘅生命都係喺唔同嘅點上面，而喺時間越接近，喺過去越遠或者喺未來越遠嘅時候，佢哋就會相遇。當 t 等於0嘅時候，佢嘅 data point 咧係好多嘅。喺 t 等於0嘅時候，佢嘅 data point 係無限咁多，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有自己嘅形成咗自己嘅一個 data point， 每個生命都喺唔同嘅點上面。但係喺 t 等於0嘅時候，同 t 等於infinity， 即係喺 t 等於 infinity 同 t 等於0嘅時候，佢嘅 data point 都係等於1，因為佢淨係得一個本體嘅存在。如果用 x 軸係代表生命嘅時間 t， 而 y 軸就係生命入邊嘅資訊 data point 嘅數目 n。咁當生命開始嘅時候 n 就係0，而去到 t 等於 now 嘅時候 n 嘅數目就會係最大 maximum point， 而喺未來 n 嘅數目又會減低，直到死亡嘅時候，佢嘅 n 嘅數目會去返0，同出生嘅時候一樣。t 等於 now。如果呢個 graph 代表由出生嘅時間去到死亡嘅時間，中間經過當下嘅時間，咁呢個 graph 下低嘅每一點就代表喺 time now 回溯返去到出生嘅時間嘅所有 data point 嘅數量。
而喺未來喺個 graph 下低就代表去到死亡喺未來嘅所有嘅 data point。呢個係所有生命喺 t time now 嘅時間睇返佢一生入邊嘅 data point。咁呢一個 data space 咧就可以用一個 function。如果呢條 graph 係 ft， 咁佢下低嘅 data point 嘅和咧 s 就係 data space， 就等於 integration of ft 就係 from tb 去到 td。而由於 tn 係喺唔同嘅時間 between tb 同 td， 所以其實由 tb 去到 td 嘅所有 data point 形成嘅 data space 係 summation of time now at birth 去到 time now at death。Yes， 呢個 SD 係一個 data space， 一個 continuous 嘅 data space， 而喺每一個 time now 嘅時間，佢係形呢個 data space 入邊嘅一啲 discrete 嘅 points。咁亦即係話喺 time of birth 呢一點，同埋 time at death 呢一點，其實係呢一整個嘅 data space SD 嘅 boundary points。如果 SD 呢個 data space 係一個 continuous 嘅存在嘅話，咁 data at time of birth 咧就等於個 data at time of death。所以 SD at time of birth 就等於 SD at time of death，which is 等於成個 SD 除以 n at time of birth。而由於 n at time of birth 係0，所以 SD 同埋 FD at time of birth 同 SD at time of death 都係等於 infinity。而家我哋睇一條無限長、宇宙無限長嘅 timeline 當中，而 y-axis 就係 data point 嘅數量，而當中有呢啲點就係 birth 同 death。由於 birth 同 death 係同一點，佢哋會喺時間軸上面持續咁樣出現。而喺 birth 同 death 嘅點上面，由於佢哋係本體嘅存在係一個，所以佢哋嘅 data point 係0。而喺兩點之間嘅當下，佢哋嘅 data point 由於是唔同生命嘅出現、唔同生命嘅存在，所以係會最多。所以 data point 嘅數目係會形成咗一個咁樣嘅 frequency。而當我哋睇個能量嘅時候 ，energy 喺 birth 同 death 嘅點上面嘅能量係 infinity。而呢啲 infinity 嘅能量就係導致生命出現嘅上邊嘅能量。所以喺無限嘅 infinity 嘅 time 嘅 axis 上面，生命嘅出現同埋消亡係造成一個循環同埋一個 frequency。所以生命本身就係一個時空平直、彎曲再平直嘅循環，而當中嘅能量同埋資訊就喺呢個循環入邊呈現嘅現象。